总统大清着授权国军，那民众同意阿兵哥适当入去灾民的厝里斗相共摒扫。今仔化学兵嘛先去灾区全药啊消毒。国防部佮调出第2、第4作战区的兵力，大约是2000个人来协助救灾。陆家管控大型机具拢入来，国军入来花莲光复乡市区要加速大车路紧通车。前日讲，陆总统特别指示国防部因应特殊状况，民众若是有需要，佮愿意，国军会当入去民家协助清理。真的需要。我们现在都人老力衰，挖了2、3天，挖到半夜，真的是没有什么体力。现在大概泥土只清出来大概1%而已，因为我们这边有100公尺长。在光复车站前的主要干道中正路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国军是大量机具进驻哦，就是希望可以将门前的土给全部铲除，也动员了包括后备军力以及替代役。那透明沟啊愈来愈长，天气南面好南面歹，嘛互民众烦恼积水一直未消退。马滩安溪堰塞湖溢流第4天，我们可以看到化防部也派出了化冰连进行清消，就是怕这些淤水呢会导致病媒蚊滋生。排水坑啊，有路面囤积的物件，化学兵拢上细喷。国军花莲总病院嘛，赶快入来光复车站。那我们最主要是要支援国军弟兄进驻灾区的国军弟兄，因为他们会有一些受伤等等情况。那当然，如果附近的当地民众或者是工作人员有出现一些伤情啊，也可以请我们先帮忙协助处理。好，因为风灾之后会有一些污水污泥，除了会带来平常地表面没有的病原体之外，可能会影响就是饮水跟食物卫生。灾后复原也持续进行，为清除、消毒到急难救助，各界敢若望光复乡会当赶紧正常生活。记者采访报道。